其實嚟講可以去到好大鑊㗎。因為前嗰幾年亦都真係有個遺體係掉錯嘅。如果你睇翻新聞睇翻記錄，一個本身係火化嘅，就去咗土葬，土葬完就去咗火化。咁呢10零年都幾多呢叫遠巡，係遠巡直接出，甚至乎悲情嗰幾年，即係嗰個新冠嗰期咪最多呢啲。Hello， 大家好，翻到嚟我哋玄學講一講啦。我係阿聰，係叻叻，我係 Kelvin，我係 Sam。今日都係講翻殯儀啦，又係 Kelvin 興嘅強項啦。你都想知道啲咩？其實咧，大家都好想知道話，我個先人啦，一行走咗之後，應該要點樣配合你哋啊？個流程係點樣咧？一路直到尾，其實係啦，好多人都想知㗎，我覺得。因為其實有好多人親人走咗之後，第一時間都好驚慌啦，唔知點做啦。六神無主係啊，死後應該點樣？或者個情緒都唔穩定啦，其實乜嘢都空白咗，諗唔到嘅。咁究竟其實佢死咗之後，第一步應該係做啲咩咧？第一步嘅即時打俾我先啦。呢個係正確做法。麻煩大家打個呢個電話號碼。唔係黑 sell 嘅，即係可以俾到一個專業嘅意見佢嘅。咁通常一個人過身就佢都會同啲家人溝通過啦，會揾邊個辦呢件喪事啦嚇。咁你揾翻你相熟嘅辦事人同佢溝通。咁嗰個程序其實係點咧？咁一般嚟講，一個人過身就首先要等醫生出咗個死因醫學證明書。但如果火化嘅話咧，佢亦都會拎住一張叫准許火化紙。係啦，如果土葬嘅話咧，就咁一個死因醫學證明書。咁呢度喺醫院攞嘅。咁假設譬如話，如果佢今日過身，係啦，當今日平日啦，即係唔好計嗰啲紅假或者禮拜日嗰啲啦。咁第一日過身，通常嚟講，醫院就話會3日到會有得攞啦，即係喺翻本身嗰個亡者過身嗰間醫院，係啦。咁同埋佢會係啦，拎一張准許火化紙啦，因為而家大多數啲人都會火化嘅，明白？跟住嗱，啲人好多人誤解咧，就成日以為喺醫院攞死亡證，其實唔係嗰回事嚟㗎。首先係喺一個人過身喺醫院，係啦，大概3日到咧，就有得攞個醫生紙，統稱醫生紙，其實個內容正確少少，叫死因醫學證明書。呢份即係等於就有2位醫生係啦，簽咗名確認呢個人係過咗身，隨後先至去翻呢個政府部門，首先係去政府部門嗰個人民入境事務處辦理一個正式嘅死亡證。因為你本身要有佢個先人嘅身份證啦，有醫生嗰個死因醫學證明書，咁入境處先要 confirm 確認咗呢個人已經過身，就出一張死亡證俾佢。而喺嗰個政府部門咧，會喺我哋辦手續裏邊咧，另外做一個，如果火化嘅話，首先就會另外隔離窗咪有個叫衛生署，咁亦都經一個醫生就准許呢個遺體火化，先可以處理到嗰個遺體火化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本身有啲人喺臨過身之前咧，有啲人可能裝咗一啲機械嘢落個人體裏邊，即係譬如類似嗰啲叫心臟起搏器嗰啲咁樣。咁如果佢冇機械嘢，因為燒嗰陣時驚爆炸過，因為你唔知佢有啲咩機械嘢，你明唔明白？所以要經過醫生睇過晒醫生嘅文件，究竟佢有冇裝啲機械嘅物體嘢？咁以我所知個大腦都係多數係一個心臟起搏器咯。咁如果有裝嘅，一定要拆咗佢先能夠火化，明白？跟住第3個部門就係食環署，食環署就負責管呢個火化嘅路期。火化路期即係意思就係話佢每日大概啦，呢個睇下淡旺季啦。咁一般嚟講，每日都有150個遺體火化嘅大約，係啦。咁而 book 個路期係 book 係嚟緊15日內嘅，
係啦，譬如話你而家今日當係5月1號啦，咁只能夠最去到盡就 book 5月16號出殯。如果你揀5月17號、6月、7月、8月，就要一路褪時間，總之負責 book 15日內嘅時間。係啦，咁呢方面嚟講，一般嚟講，如果你揾殯儀公司，亦都會幫你代辦處理呢啲咁繁複嘅手續。甚至乎啲收費嗰樣，係啦。咁如果一個遺體擺咁耐先出殯火化嘅話，咁嗰個遺體會擺喺邊度可以安置佢咁多日咧？嗱，幾方面做啦。如果我哋喺館內做殯儀館做，咁我唔講名啦嚇。咁啊，一般嚟講，我哋首先嗰個喺政府各方面就辦好咗一啲文件先，基本就係啦，你辦咗死亡證先。咁死亡證嗰度咧，佢人民入境事務處負責嘅，咁佢會出埋一張叫做行街紙，即係正確啲叫車遺體紙。咁記住一個遺體喺街行走上方面一定要有一張車遺體紙，無論你真係零車都好，因為你始終都要合法嘅，明白？咁啲人成日唔解話哦，個零車遺體又好似好合法咁樣，但係佢都要有一張叫做車遺體紙，係啦。咁佢下邊都寫列明嘅。如果遇到警務人員就會出示呢張嘢，如果咪就犯法嘅，明白？咁變咗嚟講，就所講翻啦。如果先人過身，究竟係擺幾耐？咁一般嚟講，如果喺我館做開嘅話，我哋就會盡快車翻館內啦。因為點解咧？亦都唔想個先人係啦擺喺殮房，而冇人去處理，係啦，冇人會跟進嘅遺體究竟有冇出水啊？各樣甚至乎嚴重啲好煩點講啊？好悲情。前嗰幾年咁樣，甚至乎係屍搭屍咁，你唔夠擺啊嘛，疫情嗰啲啊，咁我哋擺翻喺館度，咁對個先人亦都會好啲咯。咁呢家屬啊後人都會比較安心啲。咁直至到佢設靈為止就攞出嚟，咁樣咯。咁而有啲出邊個做法就係話因應嗰個同辦事人，即係佢 sales 同啲家人嘅溝通啦。咁有啲可能會，譬如話，假設今日係5月1號，如果佢設靈係6月或者5月尾嘅，佢喺設靈嗰日嘅朝頭早先由嗰個醫院車個遺體去某個地方設靈嘅位先車咯，係啦，呢方面就個做法唔同。香港就係大概都係咁樣做㗎啦。係啦，大概都咁做。總之一個人過身，就首先就等去醫院個醫生係啦出一個醫學證明書，總之出嘅文件啦。跟住喺殯儀上方面，一般嚟講都會可以代辦埋佢政府所需要嘅文件同埋手續。哇！阿 Kevin 兄啊，你頭先講咗哇咁多手續，又要去入境處，又要去食環署，我哋普通人記唔住咁多嘢㗎喎。咁發生呢啲事其實真係好六神無主。咁係咪打個電話俾你就可以搞掂晒嘅咧？一般嚟講，你揾我好，揾其他 agent 都好啦，佢都會幫你代辦，係繁複嘅。通常我哋見啲客就我哋幫佢代辦晒啦，係啦。咁之後所講嘅經過入境處啊、衛生署、食環署各樣，同埋接遺體啊嗰度都要啦，係啦咁啦。咁樣你哋個館會點樣做咧？點樣即係啲家屬喺個醫院就等你哋去過嚟去同你處理晒所有嘢啦？一般就係所講啦，佢如果過身之後咧，咁當然你嗰個同佢對話，咁其實就安撫佢啦，過1-2日。咁如果正式去辦文件手續同埋傾打後佢嗰個先人究竟係做咩儀式，或者擲啲咩時辰吉日去嗰個葬禮咧，即係火化或者土葬各樣。咁變咗嚟講，佢通常就會過身即係嗰2日啦，即係所講啦，就同佢交談啦，係啦，同佢傾初步嘅嘢咯。咁亦都跟住等大概2-3日度咧，就會叫佢家人親自，呢樣嘢就幫唔到噶啦。家人親自去醫院，係啦，嗰個死亡登記處嗰度，咁每一間醫院都有噶啦。死亡登記處就負責出啲醫生嘅死因醫學證明書，咁攞之後，跟住就直接通常係我咁樣做嘅，OK，直接就嚟揾我哋傾，係啦，我一傾就傾啲咩咧？
究竟你家人決定咗係用啲咩儀式去同佢辦呢個喪事咧？究竟火化定土葬咧？係啦，同埋佢生前嘅意願係想點咧？係啦，各樣咁啊去傾，同埋啲家人俾佢望下所需要嘅禮堂嘅大細啦，係各樣法事上做啲咩咧？咁一切報晒價俾你聽，跟住如果 OK 嘅話。拍板就全部就跟住家人同埋我嘅意見去配合去行。咁就再提翻就係話，如果嗰個文件辦好之後咧，我哋會即係一般嘅做法就係話，盡快喺醫院或者殮房嘅地方，咁啊視乎嗰個遺體係擺邊啦，咁盡快車翻去館內去處理一個獨立擺放。明白，咁啊直至到去決定咗邊一日去設靈嗰日就攞咗出嚟，係啦，同佢沖身，係啦，跟住就啲師傅同佢着衫啦，係啦，跟住化妝師同佢化妝啦，跟住就推佢呢個嗰個所設靈嘅禮堂去做事咁樣。咁你哋去醫院就領個遺體啦，即係話。係啊。咁當時喺嗰 part 上邊有冇啲咩少少嘅儀式或者有咩禁忌喺裏邊咧？首先認遺體一定要要認真係望啊！首先所有殯儀上嘅工作人員，首先係唔識嗰個亡者先人各樣先。咁有啲叫做唔好介意咧，有啲老一輩啲咧，尤其是啲婆仔咧。就好驚青去望一個過身嘅人，即係甚至乎嗰個係老伴嚟嘅，即係可能老公嚟，或者甚至乎男女都好有機會，可能唔係咁想望啊，啲工作人員問題係咪呢位啊？係，咁變咗呢方面其實嚟講可以去到好大鑊㗎。因為前嗰幾年亦都真係有個遺體係掉錯嘅，如果你睇翻新聞睇翻記錄，一個本身係火化嘅，就去咗土葬，土葬完就去咗火化，係真係掉錯。咁呢個自己查翻啲新聞啦。咁變咗嚟講咧，就係即係所提及就係話，因為嗰個亡者嗰個先人係你家人先知道係邊個嚟，如果你認錯嘅話咧，係可以牽連到好大，咁其實呢個機會其實好少嘅。但係點解咁強烈嘅提翻就係話，始終都係經過一個人手嘅處理啦。咁亦都有機會係人為出錯。咁但係其實嚟講，現時嚟講，其實出錯機會好微嘅。咁唔知咩原因啦。咁一般嚟講，因為每一個人過身咧，尤其是醫院又好，邊度都好啦，不嬲應該係點都會去醫院。咁點都要個手帶確認翻嗰個先人咁樣。呢個睇電影都睇，呢個去到邊度都唔會剪嘅，即係除非真係某啲館就好奇怪，真係剪個手帶。咁呢個如果我哋做開就唔會咯，因為你剪咗手帶嘅話，好大鑊㗎嘛，亂咯，好似咩身份，又唔知咩身份。係啦，因為大家就可能個點講咧，暫時你未有畫面啦。咁我做開就係話，因為如果啲60-70歲以上咧，無論男又好女又好咧，過身之後其實有啲樣真係差唔多，啲高度啊、身材，因為佢嗰個過身之後啲肌肉會收縮㗎嘛，係啦，冇一個正常嘅細胞去鞏固，大路上都可能真係差唔多，真係有機會認錯，所以個手帶不能夠剪。咁如果你平時你哋可能接到啲 order，有架車去到先人即係醫院或者即係過身嘅地方嗰啲嘢接遺體嘅時候，又有冇啲乜嘢即係要做要處理？我成日所講就首先一定要認真去認領先啦，跟住就啲師傅會認領之後就喺個殮房就攞個遺體出嚟，咁佢會有個車去整頓個遺體，包紮好，慎防喺個靈車裏邊喺度會移動啊，或者滾動嗰樣會紮好佢嘅。咁呢屋企人見到個遺體上靈車之後，咁一般嚟講簡單啲就係話對住個先人講放心啦，而家車去翻館啦，安放，唔使掛心。咁臨尾鞠個躬或者鞠3個躬隨意，甚至乎有啲係想裝住香嘅，咪裝住香，係啦。咁其他都冇乜特別儀式，各樣係啦，只係啦確認咗個遺體係佢睇咗上車，跟住就可以自己自行離開。
跟住打後嘅事情就交翻俾 agent 去處理翻成個殯儀嘅流程，各樣嘅細節嘢咯，係啦咁假如話佢唔喺香港走嘅嗰個先人啦，咁樣個遺體可能喺內地咁計啦，咁樣點樣處理咧？即係話嗰個家屬就都係打俾你啦，然之後你就會配合去點樣做噶啦。一般嚟講，總之唔喺香港過身，係啦，睇下你嗰個殯葬手嘅方向係點。究竟個遺體運翻嚟香港啊，定係淨係骨灰翻嚟香港兩樣嘢。譬如如果內地嘅話，譬如話你知內地其實亦都比較闊少少啊。首先火化，咪聽人講話好快啊嘛。咁其實佢哋嘅一個文化嚟啦，可能係盡快去火化各樣，佢即日都搞掂嘅。咁譬如可能上晝火化完，下晝都可以攞灰。咁其實唔係佢國內嘅政府問題，只係可能啲文化各樣，佢都可以揀後少少，等啲親友或者家人想準備多少少，喺佢送上一程可以做多少少。咁但係佢國內文化唔知咧咁快去處理一個殯禮。咁國內幾日內去火化？國內落嚟一定只可以火化咯，即係我嗰陣土葬嘅話就唔俾咯。可以，都可以。一般嚟講，睇翻 case 就話如果佢本身嗰個先人有買保險嘅話咧，咁一般嚟講，佢可以打俾保險公司，咁保險公司有個配套，去喺會有人喺上邊幫佢搞晒。首先佢經過一個人過身嘛，咁首先一定要經殯儀館先啊，邊個搞都好，國內嘅殯儀館，係啦，咁亦都跟翻相關嗰啲部門，即係同香港差唔多啫。首先要處理一個確認咗出咗死亡證先啦，咁就經過衛生署確認係呢個遺體唔會有咩特別傳染病或者各樣，係啦，咁亦都配合埋嗰個運送遺體嗰方面嘅運輸上方面啦，係因為要跨境啊嘛，跨境乜各樣，咁一般嚟講，如果有買保險啊，保險都會幫你搞嘅。咁如果佢嗰個亡者冇買保險嘅話，你又打俾我嘅話，咁啊通常我哋揾翻我哋喺香港殯儀公司，佢會有代理，有 agent 直接上去國內處理。咁點樣處理咧？一般嚟講就係要佢家人係啦，寫封授權書，就係呢位先人嘅身後事由我去代辦。咁當然係經律師㗎，係一個律師鑑證咁各樣，就算叫做咩？有啲係律師經律師而授權俾呢個殯儀幫佢搞。咁殯儀上方面點搞就所講同一樣啦。首先聯絡殯儀館啦，因為你運送遺體一定要殯儀館，國內係啦，又係辦政府嘅文件啦，跟住運落嚟亦都要喺香港要係一個殯儀館去接翻手，係啦。如果長生店嘅牌頭都唔得嘅，一定要殯儀，一定要殯儀館，係啦。因為殯儀館先至可以擺到遺體，緊記呢樣嘢嘅呢個問題。長生店只係一個去辦喪事處理一個票數嘅地方，或者甚至寫字樓咁樣，係啦。咁變咗嚟講，即係話如果遺體運落嚟就咁樣。咁當然其他國家運送遺體翻嚟個類似都係咁，都類同嘅，係啦。咁再講啦，如果火化嘅，如果骨灰嘅話咧，可以而家好多都係啦，想叫做簡單啲，唔想咁大動作，或者有啲人唔係太想破費，即係唔係慳錢，因為可能親友唔到啊，咁喺上邊直接火化埋，係啦，跟住就啲灰就運翻嚟香港。咁呢個運翻嚟香港其實好簡單啫，唔使啲咩任何證明書。咁當然上邊火化咗都有張骨灰證明書，或者香港叫骨灰許可證，咁可以搭車各樣落嚟冇問題。咁當然如果搭飛機就一定要申請，好似香港一樣嘅。如果總之從陸路翻內地就唔使話去特別申請。如果譬如話搭船、搭飛機嘅話，香港亦都要去食環署申請一個骨灰出口許可證，咁各樣係啦。咁啲譬如話即係講咧，骨灰落到嚟香港嘅話，咁有啲喺上面好簡單火化，其實真真正正嘅親友、朋友、同事喺晒香港，所以咧就喺上面火化完，
將個骨灰咁當然入咗個骨灰罌啦。咁啊揾個殯儀館或者揾個地方去設靈，係啦，俾啲親友各樣去供奉拜祭、致敬、道別咁各樣咁嘅做法，係啦。好，都好清楚啊，成個流程。係咯，好，大致上咁。係，我哋睇唞好嘛？然之後下一節翻嚟，我哋再傾。我哋下一節又翻嚟啦。咁啊，Kevin 先生，其實我都想問下，咁你哋接咗個先人去到間館啦，咁去到間館之後，可能做啲相關處理，但係未設靈。可能有啲人設靈時間比較耐啲，要等得幾多日啊咁樣。咁當中呢段時間，咁嗰個先人嘅遺體係即係要點樣處理，或者又會有咩地方安置點樣樣咧？我哋有一個大嘅叫化妝間啦。咁本身裏邊有好多雪櫃嘅，咁咪獨立擺放一個遺體咯。咁之後所講就話開館之後而由佢同嗰個設靈有段時間。係啊。咁啊變咗嚟講，我哋首先擺落雪櫃之前，就會同佢沖個身，係啦，乾淨淨咯，乾淨嚟，乾淨去啊嘛。OK，咁啊擺喺雪櫃之後，我哋會3-4日路啦，咁唔使呢個咁密，咁啊會望下個遺體究竟有冇出水或者太過變異咧咁各樣係咯。咁如果有啲必要，譬如如果揀嗰個時間長去出殯，即係時間耐，即係譬如今日嗰句啦，今日5月1號可能揀到6月後啊，或者7月後嘅，咁可能會做一個防腐咯。防腐師唔係真係防腐晒啦，係即係減慢腐爛嘅速度。係啦，咁啊會打個防腐針各樣，咁啊即係盡量保存翻嗰個遺體嗰個完整完整咯，係咁樣係啦。咁我有個問題啦，即係有啲唔係安樂死啊嘛，有啲可能係意外，咁會即係有啲面目全非或者斷手斷腳。咁你幫佢整翻好呢啲四肢或者面容嘅時候，係放落雪櫃之前咧，定係放落雪櫃之後整？首先你成日講總之唔係完整。如果四肢出現問題啦，一般做法通常就喺殮房嗰度，係啦，就叫做點講咧？一般如果呢個過程之中咧，唔會車翻嚟管，唔會車翻嚟管。因為喺運送過程之中，你諗下四肢出現問題，係啦，咁啊未必擺館嘅，係啦，因為嗰個處理手法係另外一個處理手法，可能就一般嚟講都會同佢啲家屬講翻，睇下盡快揀個出殯日子處理咗佢先，因為你已經四肢唔係咁健全，嗰個腐爛嘅程度係會比較好快、好嚴重，同埋即係難聽啲講句。係分開好多件，係啦，喺處理上衫一定着唔到㗎啦，係啦，再擺館嘅話就比較去難處理，同埋嚟講你擺館亦都唔能夠做到正常嗰啲儀式，唔係正常意思係話做唔到個瞻仰遺容咯，因為遺體唔完整㗎嘛，就算家屬你都未必肯俾啲親友或者啲朋友同事去睇嗰個遺容，因為唔完整啊嘛，所以講呢個係會特別處理，即係問得幾好，即係會通常嚟講會揀一個盡快日子就做火化咗先，如果土葬都可以，都盡快去做，係啦，咁啊直接喺醫院就其實衫如果講到四肢有問題嘅話，衫着到咪盡量着咯，着唔到就咁鋪上面，係呢啲特別情況，同埋可能你心裏邊都諗有啲容貌，譬如話好話唔好聽，好不幸有啲係空中飛人嗰啲，係啦，分分鐘係面目全非㗎啦，嗰啲咁嘅 case 又係同一樣處理方法啦。有冇啲家屬就話我真係好執着嘅，我一定要將我將呢個遺體還原整好。有近呢10零年都有幾單 case， 有啲亦都嘥唔少錢，亦都有喺即係啲科首先係化妝嗰 part 㗎，咁有啲係化妝加整形嗰啲咯。咁譬如話佢要一段長時間，譬如話聽過啦。好幾年前有 case 就要去台灣各方面請嗰啲師傅點樣倒模整形，俾翻幅原上去，想執翻正係點，究竟用咩材料係啦，同埋都係要幾個化妝師配合，同埋亦都個時間亦都唔短嘅，要長嘅，
一係啦，要俾翻原上去，究竟亦都問翻啲老手師傅點樣要，究竟可唔可行，做唔做到咧？有呢樣嘢。你話當然其他嗰啲肢體上嘅嘢可以好似類似指責嗰樣嘢都可以配合到，可以做到落去，但係個容貌就比較難少少。係啦，要倒木嗰樣，佢會複雜啲，即係複雜好多啦。有呢啲 case 嘅，有嘅，都會配合翻家屬嘅念想啦。係啦，冇錯。咁如果即係切咗靈之後，咁其實我見到啲靈堂有好多花啊，或者係啲啲貢品啊，披麻戴孝呢啲衫啊，咁其實係咪都係你哋會可以處理晒佢咧？一條全部都係㗎啦，所有嘅 agent 上乎我都處理唔少，就話我哋個角色啊，成個 agent 你當我兩個 agent 嘅角色就係統籌晒各部門嘅嘢，即係家屬嘅要求，我哋要統籌晒。即係甚至乎由過身嘅第一日辦嘅文件手續、處理嘅嘢、車遺體，跟住法事點樣安排，佢做嘅花圈做咩儀式，安排嘅紙紮習作細節嘢，要買啲乜嘢，係啦，各樣我哋都要統籌晒各部門，因為分工都比較好仔細嘅。其實行你都數可能10幾20個部門牽涉到。係啊，個人過程係啊，所以係比較話就話多咯。咁每日做，你習以為常就會去記到樣嘢。你有柯師傅安排啦，擇日啦，設靈嗰日堂官要嗌禮啦，係咪先？咁運送嘅工人啦，靈車司機、旅遊巴啦，咁所需要嘅祭品啦，各樣係咯。咁之前聽過有人問我啲咩叫院出，即係醫院出係咪會最快定係咩意思？算叫行內術語啦，即係醫院出殯啦，即係唔經殯儀館嘅。一般嚟講，嗰啲係比較點講咧，叫做低調處理。係有啲唔好理，唔關有唔有錢事先。有啲係低調處理，就係話可能接近過年前。有啲其實唔想打攪到啲親友，因為就嚟過年嘅，因為都唔想因為白事影響到其他親人。咁再者有啲就係話可能佢自己嗰個家人都係得2、3個，朋友又唔多，係啦，咁變咗嚟講就唔使搞咁大冇咁複雜啦，即係唔好咁複雜，簡單啲算，咁啊變咗譬如假設今日過身。可能擇日子幾日後就直接由醫院去跟住去火化場。咁當然嗰個過程之中亦都會派下靈車去，係啦。咁靈車亦都會車定一個棺木，家人所揀嘅棺木，係啦。咁到時啲工人咪同佢著衫、化妝、化身各樣。咁又係照舊喺醫院裏邊都有個類似靈堂，細細個位俾啲家人。去瞻仰遺容，係啦，擺陪葬品，少少嘅儀式啦，就係啦，正常呢啲必然嘅儀式，任何宗教都要啦，譬如瞻仰遺容啊，放遺體佢收殮啊，即係先個遺體放落棺木度，收殮擺好陪葬品，攝好去瞻仰遺容冇問題，就蓋棺，蓋完棺就棺柩就上翻靈車跟住直接去火化場火化，呢個最簡單。經唔經你哋嘅咧？如果咁都要經總之係經一個政府規定嘅殯儀牌，殯儀商係出邊嘅長生店都有牌，即係好清晰㗎啦，成個流程點樣做都係。係啊，咁呢10零年都幾多呢叫遠出，係遠出直接出，甚至乎。悲情嗰幾年，即係嗰個新冠嗰期，咪最多呢啲，最多呢啲，係啦。咁我都想問下啦，即係有好多籍貫唔同嘅鄉下，佢有自己嘅習俗啊嘛。咁你哋管嗰方面係配合到晒，完全係配合到。其實你講嗰個籍貫唔同、鄉下唔同係貨中國國內嘅，其實喺包含埋西方或者日本嗰啲教都好多噶嘛。譬如話假設西方教係天主教啦，有天主教儀式啦，有基督教啦，有好啦，到日本啦，嗰個叫做創價啦，創價學會啦，或者分支咗有個叫神慈守明會啦，呢個日本佛教嚟，即係喺佛教。傳咗過日本，係啦，咁佢有2個教叫創價學會，
九龍塘有個總部嘅，咁同埋一個叫做分支咗神祠秀明會啦，都係屬於一個叫日本嘅佛教，佢唔係供奉個神像嘅，係個經文嘅。咁啊，仲有嘅你所有國內唔同籍貫嗰啲，譬如話我哋廣東人通常係即係做一個喃嘸法事啦，或者道教嘅經生，係啦。咁啲國內有啲譬如話係屬於嗰個籍貫係潮州嘅，係啦，咁啊打個潮州齋咯。咁啊燒嘅金文唔同嘅，係喺潮州金嚟，係啦，較早前都有俾過大家睇嘅。咁另外有啲可能會打學路齋啦，學路即係海陸豐咯。係啦，海豐陸豐嗰邊係啦。咁另外仲有客家人又打翻客家齋，各樣有啲譬如話比較偏門而少啲嘅，譬如話有啲供奉彌勒佛嘅，彌勒佛佢都有個會嘅，咁啊成個彌勒佛嘅佛像，一半到咁樣啦，好似係。咁啊啲好啲，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啲叫做天道教啦。係啊，天道教所以會有呢個天德聖教。大陸上有啲我唔記得咗天德聖天道教，好似天道教係歸納於西方教而家呢個中國嘅拜神各樣歸納埋一齊嘅。咁仲有喇嘛啦。喇嘛有人相信喇嘛啊嘛，即係嗰啲西藏嗰啲啦各樣。咁咩教義都好啦，佢哋總之方向係善得㗎啦。佢都係為先人做事，做儀式，係啊，冇錯。所以就你話有咁多教殯儀館配唔配合到嘅？配合到嘅冇問題嘅。咁最厲害就係堂官，你知叫咩啊嘛？大家堂官係門口叫你請鞠躬嗰個，門口或者叫堂裏邊啦，請迴避咁樣㗎嘛。係啦，堂官其實嗰個負責範疇都幾大下嘅，因為佢首先我要熟習到唔同嘅教嗰個流程，因為佢喺個嗰個禮堂裏邊就負責帶住家屬去參與。係啦，所需要嘅唔同嘅法事，所以佢哋都識嘅。譬如天主教各樣，可能夜晚設靈嗰下，可能會念啲玫瑰經啊，出殯嗰啲就會揾個神父去做個彌撒咁樣各樣。咁啊，基督教亦都可能會去講道啊，各樣係啦。咁去知道啲時間個流程咯，係啦，即係所講嘅，跟住另外啲拜神嗰啲一般係啦，譬如好似廣東破地獄嗰啲咁樣，咁啊究竟幾時去去裝香拜神係啦？幾時破地獄？幾時過金銀橋？幾時燒紙紮咧？咁佢哋都要熟晒唔同嗰個儀式嘅流程，帶住主家做。喺如果禮堂上嚟講，呢個堂官都幾萬能下嘅。係啊，以我哋認識，唔係淨係話係啦，唔係話淨係話嗌禮啊，一鞠躬，甚至乎好似第二朝出殯做大殮儀式去宣佈啊，各樣啊，賣水啊，嗰啲儀式各樣咯。即係第二朝佢話屬豬屬牛屬狗另名面嗰啲，其實都係堂官做嘅。咁係咪真係即係要另名面係有相衝嘅咧？同埋點解會要求咁樣咧？其實傳統嗰個叫做出殯儀式就係話你要睇翻嗰啲訃文，通過就話嘅第二朝係夜晚設靈做法事嘅，第二朝就去做個大殮儀式。大殮嘅意思就係大殮儀式就係話通常就話大殮之前即係遺體放落棺木之前，佢如果嘅拜神嚟講就會通常去做一個買水儀式。係啦，買水儀式，即係以前就係啲家人喺個河邊度潑啲河水，係啦，乾淨嘅河水，咁啊等一個亡者臨去西方極樂嗰陣時，係啦，乾淨嚟乾淨去同佢沖身沐浴咁樣，係啦，咁所以喺演變翻而家年代，咁啊真係唔係去河邊㗎啦，咁啊你要揾桶水，咁由喃嘸師傅帶領家屬，係啦。咁啊，大事上又係堂官去帶領啦，叫佢面向當天咁拜三拜，即係懇求神明喺度輔助咁各人咯，跟住就請啲水同佢沐浴咯，跟住就將個遺體又放落個木度，咁啊隨後個意思咪跟住就擺放好陪葬品啦，
攝好晒啲頭啊各樣，咁亦都家屬望過啲陪葬品冇遺留各樣，擺得四四正正，妝又化好，係啦，整頓晒，跟住就推出嚟禮堂瞻仰遺容咯。咁瞻仰遺容嗰陣時就會係啦，正如所講大殮同瞻仰遺容咧，咁嗰啲堂官都會宣佈究竟衝犯係乜嘢噶嘛。咁你記住嗰個歲數唔好理佢，大家會誤會嘅。咁啊記住係嗰個係所衝犯嘅生肖。係啦，你發覺譬如話，假設你係50歲嘅話，係啦，你聽到50歲，其實我都未到50歲，49嘅啫喎。但係個生肖係噏你個生肖喎，咁會有啲亂通常嘅。咁你淨係聽個生肖得㗎啦，因為佢一般啲來賓個人或者唔知情嗰啲咧，一般嚟講佢唔記得咗喺佢哋係計嗰個衝犯嘅字咧，個歲數係計通勝嘅。因為通勝你留意翻，你一出世已經係第1歲，係啊，虛歲，係虛齡啊嘛，虛齡，所以你簡單啲，佢話所衝犯屬龍又好，屬牛又好，你計翻衝犯，咁啊擰一擰住面向出迴避下，因為大家學過數知啦嘛，一衝為散啊嘛，係啦，即係冇去蓋棺或者大殮嗰陣時係啦，對住個棺木，係啦，即係叫做避一避咯，迴避啦，避一避咯，係啦，咁樣。咁我見到咧，即係啲靈堂佢會俾翻封吉儀我哋啦，咁又有一粒糖，咁粒糖係咪真係要食嘅咧？同埋入面嗰個1蚊銀啊，係咪一定要溶咗佢？一般嚟講，你吉儀首先係一個利是嚟㗎，利是係白事嘅利是，咁白事進行中記住。雙數為喜事啊嘛，咁所以係單數1蚊嘅首先，咁裏邊有咩咧？一個1蚊咧，一張白色嘅紙巾啦，一粒糖啦，咁糖嘅意思即係代表甜甜膩膩咁嘅意思，咁啊紙巾就幾個講法啦，有啲人攞嚟去抹眼淚啊，或者各樣，或者甚至乎嚟講，通常都叫啲人攞去做洗完手之後抹去掉咗就得噶啦。糖而家呢個年代，譬如有啲比較大年紀啲各樣或者唔食得糖嗰啲，咁通常都做個意思，點一點粒糖，做個意思可以掉咗去。如果食到咪食咯，冇所謂。咁1蚊嚟講，一般嚟講，去完殯儀館係嘅話，總之花幾錢就處理咗佢咯。咁而家幾個處理方法嘅，其實每一度設定嘅地方都會有個捐獻箱，係啦，咁啊捐咗個1蚊去。以前就話攞嚟搭車一般叫啊，咁一搭車通常唔係用散紙8達通嘅，咁未必去處理到個1蚊，咁最好喺離開館嗰陣時處理佢，就會無憂咯。有啲白事嘢就唔好帶翻屋企。係啦，咁樣。咁去完呢個殯儀館之後，翻到屋企使唔使即係攬下火盆啊，或者要做啲乜嘢清身啊、碌柚葉沖涼咁樣嘅咧？又唔使去到咁嚴重嘅啦。睇個人啦，有啲譬如跟到足嘅話，首先喺離開殯儀館嗰陣時就會攬下火咯。係啦，揾啲金銀啊，或者揾啲元寶，係啦。咁啊，自己繃幾句又好，係啦。咁啊，離開殯儀館。擺低地下燒咗佢攬過去，即係慎防有啲另外啲界別嗰啲人士跟翻屋企啊嘛，即係都係嗰樣嘢咯，心安理得咯。咁有啲人甚至乎翻到屋企再攬一次咯。即係你問我哋年代又唔會噶啦，你後生嗰啲唔係話太過咁迷信啊嘛。我哋老一代嗰啲會啊嘛，就算我喺呢行做咁耐嗰陣時，我媽都話咩啊？翻屋企要我攬火，要我係咯攬一攬火。我話喂，點攬啊？大佬日日開工冇關，日日都要攬。即係咁樣係咪先？即係你睇自己咯，係咪先？如果有啲長輩要求做呢樣嘢嘅，盡量配合到咪配合咯。尊重啊！咁有個叫英雄宴嘅，我哋都係唔係太清楚嘅可能。英雄宴係首先英雄唔係話功夫英雄好漢，英雄係巧絲邊嗰個，跟住加個嬰孩個嬰，紅就紅色個紅。咁英雄宴啊，咁其實係一個寓意嚟嘅。咁呢個就算你做咩儀式都好，通常唔係一定添嘅，喺火化完畢後或者土葬之後，
咁大家都請啲親友去酒樓食餐飯㗎嘛。咁啊坐你食飯嗰陣時就派啲英雄利是咯。其實呢個寓意嚟嘅，藉住呢個葬禮完成，包括你火化好、土葬又好，咁啊派翻啲英雄利是。英雄利是意思你上網查都查到係配合嘅。英雄嘅意思就係話英係等於係圍繞嘅意思。咁希望呢件白事完咗嚟緊，希望啲紅事圍繞住大家，唔好再有白事。所以係無論你係做咩儀式去出殯都好，呢個英雄利是寓意嚟嘅，呢個好意頭，大家都攞。咁當然佢入啲咩咧？通常係入一個雙數咯，係啦。咁要拜神紅色利是啦，係啦，冇錯。咁跟住我哋要拜神嚟嗰個入埋啲一個扁拍破仔啦、紅頭繩啦，代表福祿嗰啲咁各樣咁簽，係。哇！今集真係聽到好多關於殯儀嘅知識啊，由一個先人走咗嘅程序啦，要安排嘅事項真係有好多，你嘅角色真係非常之重要。我相信咧，仲有好多問題觀眾係想知，我哋今集都唔夠時間講。如果想有其他問題想知嘅朋友咧，記得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咁我哋咧 Kelvin 師兄會再錄多一集咧去解答我哋嘅。記住問啊，你哋一定好多問題。係啦，咁中意我哋嘅朋友咧，記得俾翻個 CLS 我哋 comment like share，仲有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玄學滾一滾，拜拜。拜拜。